客造皇上，杨宗保过急回朝，请皇上容眼清官。什么？三官过急，杨宗保被藩兵围困，这要如何是好呢？客造皇上，杨万岁回表，需要军医30万，请皇上速下旨，命户部官制，派出勇将押解军医到三关，车子定断。紧传旨，令户部赶这30万军医。将卿，在。什么人愿意担此重任，押送军医前往三关呢？启禀皇上，以老臣看来，现在朝中的武将，老的是老，上任的上任，恐惊无人担此重任。这，王天华也莫死者，今仔日嘛免有众人为着押解军医来咧头疼。就是，不过现在九门铁托的皇亲，伊虽然是少年才俊，也毋过，狄青是南清讲，狄太后外家孙啊，伊即马是调来是最红的人，啥物人敢推荐伊去押解军医呢？哈，就是，准作皇上若是下旨来讲，狄太后伊嘛毋甘，绝对袂当回去。那安尼我看，狄皇亲也是踮朝廷食英饭做英人就好啊。对。皇上，臣愿意请旨押到军医三关，送高阳万岁。狄青，你赵兴，你免得去。皇帝，狄青深受皇恩，并无寸功在朝，无时无受报效朝廷。有此机会，你总反倒转来阻挡我呢？哎呀，狄王兄啊，你会知影，你现在是九门提督之职，有何为宫廷之职？你要哪会轻易离开的呢？是啊，皇帝，你讲了真对。狄青，啥？你有职务在身，恐惊不宜担任押送之职啊。皇上，臣一向在宫廷并无事故，所以在大岛敢来请旨押军医到三关，请皇上赐臣一个机会报效国家。这，狄王英啊，你会知影，出去三关困难重重啊。千岁啊！如果你若是担心狄青龙伊的威胁，请皇上何不派赵群马有副解官，甲狄青龙一同前往？赵玉，皇上，臣愿意跟随狄皇亲，身为副解官，请旨定断。这，请皇上下旨。狄王兄，你爱知影，杨宗保执法甚严，而且解散军医受期限的啊，1个月内必须爱押到。若是耽误1天，是拍军20责；耽误2日，年款差钱；3天不到，随刀随斩啊！皇帝，我若违反期限，我愿意受军法的处决。免讲，我绝对唔答应。国庙，现在三关有危机啊，报效国家在出事，困求国庙你无阻止啊，怕是抓灵是情难离。三关险地，你不领情，此行应该。
庙，我向皇上寄请旨，好当到的是不是？我劝王兄你唔通去，为我无认阿君伊哦。明知出去险定定啊，你何必偏要出乱行？着清风来不小命啊！你，哎，王兄啊，你叫母后伊怎安那灵？千言万语是藏无用，怎不叫你是痛乱着？姑庙啊，姑庙，你成全我的志向啊！自古难离啊！当主强，青儿啊，你可知影阿介军医的重任？姑庙弟弟知影，所以弟弟更加非去不可啊！狄王兄，此事量当在即，你此行若是耽误了行程，杨宗保的军阀如山，就是皇亲国戚嘛爱处决啦。皇帝，你敢互伊袂记讲，我有一匹的良机，你走千里，一个月限期，来回3撮还袂赴啊？青儿啊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固执？虽然你有良躯，一个月听我走3撮来回，你敢有考虑讲3000名的军马、阿介军医的人，个个敢有良躯通坐实？无论安怎样，我唔答应就是啦。姑庙，弟弟身受访问，并无寸光在朝廷，我这出若是无去咧，敢毋是受文武百官第一个我乞笑，我是靠势姑庙的势力，才能在朝为官咧。那安尼我面子就拢无咯，倒不如我就入去辞官，回乡还礼啊！青儿啊，咱狄家是只剩你这个命金，你知影？姑庙，富贵有命，生死是在天，求姑庙准弟弟了罪前往啊！姑庙，求姑庙的原谅啊！青儿啊，青儿啊，青儿啊！需要军医30万，官人特封特请为正改官，就约为副改官。以军律7月5日出发，8月5日必须送达。官人带领特请初次领兵，特殊宽限10天，待军医送达了后，论功封赏。神了旨。那仁安县县官王定，那是老夫的门生啊。顶一日有写一封信来，讲伊的县内有出现妖魔鬼怪伫咧作弄，老夫命令伊
将引进德清甲赵玉到金庭夜馆，免惊伊袂去死在妖怪手头啊！家父啊，赵玉参德清这两个小囝，那赵玉者又斩白蟒，甲怪蛇，也德清者又受降服献月良驹，那两个人者本领是高强，恐惊妖怪是袂当相应啊！此计若无成，伊也难躲第二关。第二关，就是洞关。现在，你知影洞关的总兵马应龙是甚物人无？这我无较偌清楚咧。马应龙以前是老虎的心腹家丁，老虎该开心。只要老虎若命令伊做的代志，伊绝对唔敢甲我违和。德清、赵玉，伊若甲动关咧，就是伊的死期。家父啊，你设想了是真周到，就讲赵玉、德清，因两个人命大，会当渡过这两关。也毋过因阿介军医，若误了司曲社，是难得杨宗保斩杀之罪呀！对。青丽，这3杯酒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多谢姑母。你风是往三关，愿你路领平安。阮已送到金府的船，直甲总机靠你还。无名苦心我了解，请你不老将离开。感谢高明的款待，我会平安全有的来。出去三关路遥远，跋涉千水万山。阿桑君你有期限，如期送到领平安。着秋天小流浪汉，关山涉水不怕人。阿该离去的照办，替我当将为自家。这场戏是包日为召唤重安，也搁一场就是佘太君为召杨宗保，你收起。姑母，这两封批信是你阿介军医若是如期到位就好，假使若是沿路行程，你着将这两张批交予这两个人，就会当保你性命的安全。多谢姑母你的关爱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时间到啊呢，请大哥启程。姑母，第二日曲要定停了。大家爱考骹手咧，一世家拼甲清气。黄昏的时阵，着逢亲就到位啊！大家一世家爱拼扫真正清气。是。大人，小人要伫这个金庭夜馆吼，
看到妖怪出现，伫咧食人咧。哦，迄只妖怪吼，你成阵还上高咧，规身躯白色色，气！不准你胡白讲，搁再讲煞入去。是。赵凤清，今仔日要来这个金城夜馆休困，你若是搁再胡白讲，我就甲你斩头。是。赶紧嘞，一世界摒扫甲前去尔，先煞准备酒菜。是。哼，德清，王太师写批信，今夜妖怪若出现，就是你要丧命的时阵。哥，你看，今夜月色真水，咱唔通辜负良辰美景，也得好好相助。愿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当年山西的水灾，冲散了就阮骨肉之情，冲断了阮天伦之乐，何时骨肉重逢？陪牛兄饮一杯。古人说：“有酒今朝醉，明日秋来明日秋。”今夜不醉不归啊！大哥，你敢袂记得咱有重任在身？你总免饮酒误事啊！贤弟，你安怎看牛兄遮无气咧？啉两杯仔烧酒就会烧酒醉吗？哈！毋是啦，大哥，我来，干杯哦！好，来，小弟就陪你。
先天上帝，因有我神下令下令将师徒还境，在西夏中原，我神就来xử理波纹，一面是今天中还魂之，助你来日西夏修复谣言，以保宋姓江山。